互阮会当真顺序来完成阮所有受交托的工。当阮伫年底的时阵，最后一个主日，阮除了献上感恩，献上过去一年久上帝你奇妙的看顾甲引带来感谢以外，阮也求主，互阮搁一遍来思考，主你赏赐生命日子伫阮的中间，互阮会当谦卑，会当用对圣心内的启示来学习主你伫阮心上所下落的旨意，互阮伫生命的中间，因为有主的同在，有主的启示，阮逐日所活的是活着荣耀主的这个目的，是活着上帝的旨意伫中间。感谢你，愿你开启阮的心，明白你圣经所分享这个奥妙的价值。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拄则做伙读两位的圣经节，这两位圣经节呢，有一个重要的这个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保罗。咱今仔日要通过保罗先生伊的改变，而且来学习，伫咱教会。过来，咱新的一年，上帝所予咱的这个调命以及咱应该做的事吼。所以我要讲灵命更新甲教会复兴的关系，咱要通过这个经节来学习，小等咱来学习，来做伙搁一遍来做查考。咱伫这个进前几礼拜，咱的教会已经举行新的年度的事工的一个研讨。咱甲新年度的主题定做更新属灵生命，建造荣耀教会。意思是，咱望伫新的一年，咱继续续接咱本来的这个今年度的主题就是咱原来的主题是培育分道精兵，扩展小组牧养，佮续接落去，咱会通过这个事伫灵命的顶面得到换新。然后透过上帝所更新的每一个文图，咱通去做一间下主心意的教会安尼。所以咱去年呢，用这个主题来推动，就是望会通进入到伫咱每一个会友有一个受造就的心，咱有信，咱有渴慕，咱有热情。但是咱爱阁有一个谦卑受起造，这个是咱一个教会迄个素质要提升，无有其他的办法。所以热情若是无方向，热情若无有策略，热情若无有一个方向，有时咱会感觉讲安尼沙无掌走来走去吼。所以咱对去年对今年开始，咱就推动文训就是门徒训练的元年。因为咱各种的筹备，甲续接的中间，咱先用查经班做咱一个开始。表示讲，咱兄弟姊妹除了家己的灵修以外，咱真望有咱真专业，而且真有受文稿造就的这个老师来甲咱带有系统来查考圣经。咱有3-4班有续接的进行。感谢主咱有真侪兄弟伫遐得到真好的栽培。咱伫过去一年内底中间有几项值得咱来记录的，就是讲，咱有正式，咱讲文图，咱要拓展这个小组的牧养，咱要培育文图这个事工伫这个内底就是咱有今年有正式就保罗的牧区甲基甸的牧区这个牧区佫分拆较侪的小组这是咱教会一个感觉到伫现时这个时代，特别是都市社会中间，小组是一个真有活力的这个个体，因为小组伊会造成真侪兄弟姊妹亲缘的这个属灵的交流，有栽培，有造就，有关怀而且有好的联络的系统所以咱会看见小组若运转好势，伊的发展性真紧而且伊的联络效果非常的好有关各方的事工伫邀请伫安排拢有真好的效率，而且咱也伫今年有启动两期的这个幸福小组。感谢主，虽然咱初学习
咱想讲传福音是咱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责任，但是咱想讲，这个幸福小组有真好的一个组织，个团体的行动，所以咱就讲啊，虽然咱无经验，无咱来试看嘛咧吼。年初呢，咱有2组的试验性的，咱伫9月份有11组继续来推动。咱感谢主，今年呢，咱伫这个6摆的圣餐中间有4摆举行洗礼式吼。大人囡仔，咱有甲统计，拢总有77位受洗，包括细囝。这是咱伫努力的方向，就是讲，咱望会当透过大家人的努力，大家人的参与。有份，毋是专家才会晓得，是每一个兄弟，若有心要互主差遣，咱就会通甲福音来传互咱会关心的人，咱的厝边，咱的亲人，也是咱家己的同事安尼。所以咱伫线接去年的主题的时阵，咱想讲，才受邀请受洗的新的会友，以及咱富强教会要进入到43年。咱的资深的会友，也是伫某一个期间加入咱富强教会会友，咱拢真望咱这的兄弟姊妹，无论你对圣经的认识偌深，你对教会的理解偌济，咱拢望每一个兄弟姊妹去担着圣神做工的动力。这是咱一个教会伫咧起造各项招运的中间，袂当欠缺的一环。意思是一个土做足水足好势，欠缺圣神的做工，有时是见人的这个运作那点，人的智慧的这个塑造那点，毋是一个透过圣神做工的规律。所以咱望会当学习圣神的工作。所以咱期待伫这个文道训练第2年，明年咱有经过时间研讨会，大家共同要推展下面这几项的圣工吼。头一个就是亲像拄则牧师所讲的，咱每一个会友，特别是长老教会会友，咱对圣神的工作有的已经有真基本清楚的认识、经历，毋过有的还要清楚，因为咱以往无一个系统性的训练，所以呢，咱就是望讲伫后礼拜开始，年初开始，咱就推动会友内在医治甲心灵中建的灵命更新。咱望讲透过咱有这个属灵的体验圣神工作经验的这个咱清修牧师来甲咱带8礼拜这款的演习伊会当对咱内面心灵上的重担、黑暗破开，来透过圣神来医治咱，互咱经历了圣神的同在，来看见咱毋是靠着家己迄个意志。靠着家己的智慧能力，是靠着圣神的工作。等于咱甲圣神三甲同工，你会感觉真轻巧，非常的有信心甲快乐。所以当咱认捌接纳圣神的工作的时阵，咱就当迎接圣神大权能的塑造咱的生命。咱也因为安尼会改变咱的教会，把咱的教会通过这个来得到新的造就，新的这个发展。这是咱明年初就开始进行的。第2项是一个研读的过程，就是咱要透过这本册叫做《标杆人生》，咱有差不多15年前，这本册就发展第1版，有真侪教会的读册会拢读这本册。咱因为经过遐尼侪冬，而且佫有新的会友加入，咱真望每一个富强教会兄弟姊妹。请会记咧，咱毋是只干针对新会友是望所有的会友，搁一遍来经历学习，就是这个华理克牧师所精心编写42篇灵命之路的指南。意思是甲咱每一个基督徒，伊这本册用甲圣经内面所甲咱讲的遐所有的基督徒、上帝的百姓、耶稣基督的学生应该安怎来经营咱的人生就对吼。牧师手中所摕的这本就是这个新版的这个标杆人生，较早旧版的是绿色的吼，嘛有一版是紫色的安尼。咱望讲，毋是足
速度足紧，甲读了，是安尼慢慢啊，一篇一篇来读，拢总42篇。那伊原来伊用一日来算是42日，就是6礼拜就对吼。但是咱即个教育组想讲，毋是要互咱读一个安尼有一个业绩的，毋是，是要互咱真正对迄个经节内底，对迄个分析的内面，差不多一礼拜读2篇，意思讲2日来一礼拜来甲读安尼。咱也透过小组的引带来研读，即礼拜所读的内面，咱到底有得到什么款的启发？我有什么款的领受？彼此来分享。甚至咱无参加小组的兄弟，咱咪做伙招一个时间下做好势，咱一个研读班做伙来研读这本册。这本册伊内面所指出来圣经的根据会当更较好势。伊一个主要目的是甚物呢？就是讲，互基督徒明白，确认我是安怎，我究竟是为何活伫这个世间？我基督徒活伫这个世间，到底目的是为着甚物？检查咱讲出各种部分啦，拢加减讲会着。但是伊这本册甲咱做个整个的对人的生命的长底，对伫上帝创造咱的一个基础慢慢一点一点来甲伊做研究甲咱做解说安尼所以这本册呢，就是迄个新版的这个，伊这个进行版。旧版的咱拢会使去读啦，旧版的属实是40篇尔定，伊这版呢有搁加增加2篇，你甲咱解释讲，有时是安那咱在研读这本册有啥物困难无？咱要追求一个应有主的人生的目的，有啥物所在会互咱感觉着达，还是讲袂顺遂，伊甲咱做解释安尼。嘛是为着新的一代咱知影讲15、16档已经一代伊特别增加一寡新的资料，特别影音的资料，因为咱若注意看这本册内面有真侪 QR code， 你会当翕落去，就会当直接到迄个网站内底。这个华理克博士伊就用亲身用迄影像来甲你讲解。当然，伊现在伊制作敢若个英文的定啦可能无法度逐个人拢会当真接受会当了解内容。毋过伊最后目的就是讲，互你毋是一本，互你读过就过去，就当作我有读，是讲互你运用的人生的手册就对，基督徒的人生的手册所以拢总这标杆人生内底，咱一礼拜读2章标杆人生，互咱来明白咱上帝互咱的5大目的，咱的生命，咱对你信主了后，更较清楚。这5项是甚物呢？第一，上帝已经计划爱你为着，互伊欢喜来活。要做甚物来互上帝欢喜？用5、6篇的内容来学习。所以咱差不多一个单元呢，差不多1个月。袂介久，袂介济啦。所以咱甲伊运用，来甲伊操练，来学习咱福音教会。经过这种的学习，拢总半冬久，无讲足紧半冬久，互咱至少每一个会议有读过，有参加过研讨的，有参加小组的。牧师有时会当伫组织的中间，搁做一遍的加强，互咱每一个兄弟拢知影讲若是你福音教会，你拢真明白。我是安怎伫这世间为着甚物来活？我有清楚人生的目标。第二，讲上帝塑造你是为着上帝的家来活，为着要互上帝欢喜来活。搁第二是为着上帝的家，就是教会来活。第三是你受造是为着要亲像耶稣基督。免怎咱讲效法基督。我要学亲像耶稣，是要怎学？内面有真好的甲咱讲解。第四，你受塑造是为着要服侍上帝，你互上帝甲你操练，要温度训练，毋是增加你一个学历，也是增加你一个所有的证书，毋是啦，是为着互你服侍上帝更较有快乐，服侍上帝更较清楚，较着目标。然后第5项，你被塑造是为着一个使命。这使命是为了荣耀主，
为着要带人归主，啊，所以呢，包括头一个第一段就是经言的部分，啊，拢总有6个月吼，啊，咱的教育组用一个较宽松吼，本来是讲你若连续读是读42日就对啦吼，拢总7礼拜吼，6礼拜，啊，当这个部分吼，毋是讲我较早读过啊，毋是用这个身份来讲，是因为咱欢喜要做伙搁一遍，同步就对啦，来学习，就亲像有人练功夫吼，啊，他定定搁定来练一遍哦吼，啊，搁定来复习一遍，搁来溜一遍，啊，不过咱读圣经嘛共款。啊，第3项呢，咱是为着要来推动，当咱这个灵命的这个课程了后，就是咱8礼拜，吼，陈清修牧师甲咱做属灵的培养，啊，了解圣神的课程了后，咱就要进入一个正式的这个较有制度性的这个文道学校。啊，咱拄则有咧讲，新的会友，你一个入来，你若参加聚会袂歹，伊固定也是参加小组嘛是袂歹，但是无系统。你无法度有一个观察讲，我偌侪时间就要互我这个新会友，伊明白基本信仰是啥物，伊明白教会存在目的是啥物，伊明白我受洗是干那一时的冲动那定呢，是我真正要成做一个荣耀主的生活。所以咱大概经过拄则牧师所讲的这3项，就是互一个。即使你是新洗礼会友，你都已经半当内，互你应该知的基督徒的款式拢清楚啊。当然，看有人学了较彻底啦吼，彻底。有的人是讲都皮皮啊，毋过袂歹，搁一摆。咱的老会友，你感觉讲为着要甲这新会友做伙同步成长啊，我嘛欢喜陪因就对啦。所以咱这个小组长，咱这个带领的同工中级。咱嘛欢喜陪因学习，毋是讲这我拢毋知定来，是我要复习，我要提醒，我要搁一遍来造就家己。所以咱伫3月到5月要推动第一阶段文道学校，拢总10礼拜。这个课程拢是基础的信仰，毋过伊有真有系统，互你真清楚。所以咱邀请新受洗的基督徒，甲还未接受灵命启造课程的会友，咱拢做伙来参加。无分讲我是自深的自浅的，我知甲毋知是管，咱大家拢有份，要互咱的富强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大家拢共款受到共标准的装备就对吼。当然，咱还佫有一个较完整就是要鼓励咱的会友做伙来读全本的圣经。基督徒一生的目标就是讲，我若无甲全本的圣经读了，好亲像我亏欠上帝。好像我对圣经，你讲我知，毋过知了无透彻，无完整就对了吼。所以咧，咱有诶小组、有诶团契已经推动几啊档啊。咱即届就是用全教会诶方式，咱推动咱诶教会全本圣经诶阅读诶运动。咱为着考虑兄弟，有诶人家己诶时间限制，也是讲你无遐侪安静诶时间，所以咱就甲伊拆做3种诶模式。一种是我时间足充足，所以我就是1年就要甲读了。咱的同工呢非常的用心吼，咱已经甲伊印好真种的卡片。这个卡片呢比如讲我1年要读了，半年就是一张卡片。我逐日读了，我就甲打勾吼。若无读到吼，拜6礼拜佫补读安尼吼，咱1礼拜读5天就好安尼。拜6礼拜六，倒一天无读的，佫甲补。当然，你会想讲，我都原来吼入字吼，足热情，读到一半就冷去安尼吼。所以咱嘛鼓励讲，咱兄弟呢，你彼此大家相招，叫做读经的伴侣陪伴。用我甲某一个姊妹，我甲某一个兄弟，咱大家互相鼓励。你读到倒？读到伊读无好势，互相讨论。有诶伫小组内底，佫互相鼓励。安尼咱就会当一步一步，甲咱迄个读圣经的迄个难关来突破。读圣经呢，毋是你讲我像个研究学者安尼吼，原文逐项拢研究甲读，是你有读过，圣神就会互你的脑波的中间留落记录。有时即边读无，
你有读过，毋做真奇妙。圣神会甲你讲，你伫某物时捌读过这段。当你有拄着某一件事的时阵，圣神会甲你感动讲，伫某某节内底有这段经文，在讲对你讲话。有时现实他毋知，所以咱像读圣经的时，咱会讲圣神啊，求你来帮助我，陪我来读，就是这个意思。无足侪人读了吼，感觉足打扫，读无味，读了爱困安尼吼。所以咱头一年有2张卡片，咱的正面甲背面安尼，拢一张，然后嘛有迄2张的吼。你若感觉讲我都无法度一摆读较侪章呢，我2张才来读了，甚至会迄种初级的吼，3张才来读。你就讲我读倒一章就交倒一章就好啊。你就3张读了安尼。这拢是一个足软性的，毋是足强制。毋过只是咱大家若彼此鼓励，会当去搁较有紧的速度啦吼。好，咱兄弟姊妹，咱讲起这个，那是为着要互咱行做一个什么？行做一个灵命更新的人。所以咱要行至2019年，咱期待是对咱每一个会友，咱有受造就灵命更新来做基底，然后互教会通得到复兴。因为教会复兴若是亲像迄个叫像咱过2天后吼暗时拢会放烟火，噗一个吼，看了水水，毋过吼，迄烟火一个过乌天暗地啊，无啥物通好看，你敢若留伫你的一个印象内底这样。咱是要持续的，所以当咱教会要转化复兴，咱要带人归主的时阵，你就想讲，拄则牧师分享的遮。是毋是真正是咱教会所需要的？教会所注重的，要伫迄个所在来推动。咱就要讲，到底要互一间教会会当进步，一个教会当富强，到底什么款的关键的因素咧？可能有人爱想讲，咱来想一个足好的策略甲方法，还是咱找着好的老师甲教材。所以这个物件是基本的无毋对，但是关键毋是伫遮，关键毋是伫遮，关键是人的心，是人的灵命。所以咱今仔日读的经节，就是咱要学习保罗是安怎对伊生命的改变，对这个保罗伊的灵命的改变来看上帝安怎要来使用一个人来换新伊的教会。保罗先生伊安怎改变，成做一个咱学习的一个基础。咱知影讲，教会若要转化有真侪步调，但其中一个袂当欠缺的是啥物呢？就是装备圣徒。装备圣徒，保罗先生嘛真重视，伫伊有所书内底甲恁讲，因为照着装备门徒训练，然后这个门徒训练内底会包含2个幼项的，第一项就是讲。你要训练好，我照去工来上课，来做就栽培，逐项课程拢有啊，证书嘛摕到啊。但是呢，还无够，是因为你着爱生命转化。好像有一件事，互你生命会光点开啊，互你迄个念头改变啊，互你的价值观改变啊，互你担着圣神的开力啊。所以意思是讲，我要装备一个信的门徒，毋是我。逐项课程拢来参加，拢得到好的这个资历，安尼就好啊。是咱爱经历着圣神，是圣神就是转化你的生命。所以若有生命的改变，然后佫有一个真完整的门徒训练的课程，安尼才是招备的。咱常常有的教会，像咱后来会变做讲，都有咧办，有咧演习，毋过拢头壳的叮当尔点。好像是讲知识有充足，所以这个落入去，咱一般长老教会，我想咱在座资深的长执，也是兄弟，你拢会有种的感叹检讨啦吼。讲道理道理读头脑有一大堆，变做道理精，我都无力通行呢。会晓讲人毋对哪定，叫你做无落来，是安怎？毋是咱毋知啦，毋是咱无明白啦，是你无开力。你无迄个决心，无迄个改变，无迄个生命去行到底。这是咱要看
保罗先生是安怎会当成做一个伟大的使徒的原因？圣经中间，上帝所造就伟大的事件，会当一个事工做了遐尼水、遐尼成功，拢是对上帝呼召这个人伊的生命该转化做开始，生命转化做开始。你注意下看，对亚伯拉罕受呼召，对摩西。对约书亚、对基甸，到伫新约，侪人，咱看见讲，伊的身份、伊的根基、伊的背景，都毋是咱人所看到遐个，拢一定一的无啦。是哩，伊欢喜互上帝所改变。所以兄弟姊妹，咱若是看见讲，遐个伫圣经中伟大的人物。并不是咱家己一般世间人所看讲，哦，拢是遐天才、遐顶尖人物的时阵，事实，互你会感觉讲，安尼我嘛无啥物通遗憾啊，因为那我要互主用，我免亲像遐天才，免亲像遐哇，安尼逐项装备拢足交稳的，拢在上高等学历的，毋免，是你上帝要用人，毋是用这个眼光，所以，这个呼召人物来生命转化。咱是要看见讲，保罗伊的信仰会改变，带来生命的转化。咱伫进前我有看见一篇报道啦吼，2009年拄好伫要10年前，当时的教皇本笃16世，伊伫罗马的迄个梵蒂冈，就是伊的教廷的所在，有公告一件事。这新闻检测咱捌听过，毋过毋知有真印象真深无啦。就讲阮有找到使徒保罗伊的遗骨，保罗已经死2000多啊呢，竟然讲伫罗马城的城外，就是因后来所起的一间圣保罗大教堂内底一望去找到伊的遗骨就对啦。咱长老教会无注重这，咱长老教会你也看，以早的长老教会拢无即款砖塔呢，拢无砖塔，甚至。原始的清教徒的教会连世界嘛无，因为感觉讲因要用心用诚实来敬拜上帝。但天主教的传统呢，因真注重圣像，嘛真注重圣徒的遗物啦。所以呢，因伫即间圣保罗的礼拜堂的迄个圣坛的下面有望，因讲即个一个石棺石头的棺木内面是保罗的即个。遗体就对啦但是2000当拢无人甲拍开过，无人甲拍开过。到伫几年前呢，因用着现代科技啦就是迄个石头的棺木足定袂毁坏所以因就甲拍一个坑，用现代的科技装迄个内视镜入去安尼，甲内底骨头摕一点摕一点迄个骨油摕起来做化验安尼化验。这个本笃16世宣布讲，因所研究的这个骨头，真正是初世纪一两世纪的 DNA 就对啦。迄个碳十四的照射，当然，这个初代的人的骨头是毋是就是保罗？这个无人会当用这个方法来证明，但是因就是对伫历史上，因用保罗伫罗马受斩头来宣告。然后这基督徒该待伫迄个土地的所在，后来当基督教成做罗马的国教了后，因就伫保罗安葬的所在起一间真水的礼拜堂，用你咧纪念也是讲咧纪念保罗。因呢，这个天主教徒呢，伫后来几世纪因慢慢形成一个真趣味的一个风俗就对啦因这的会友，拢会去到圣保罗大礼拜堂呢，伫迄个所在，伫迄个棺木的头前，伫遐来做祈祷。意思讲，透过保罗，伊互上帝所特别车牌的使徒，来祝福所有的人安尼。这是这个罗马天主教的这个圣保罗礼拜堂非常的庄严，非常的水这是咱的几场图片。伫这个圣保罗大礼拜堂，迄个十字架。白白十字架内底有2个雕刻的图，咱伫即个投影看无啥清楚啦。其实倒边
倒边一张，下面一张就是彼得，互人倒头栽定十字架，所用的。正边就是保罗互人斩头，所以这个用当时用这个雕刻的，伫迄门的顶面会雕刻。咱若有机会去梵蒂冈佚佗旅游，检测有人会互导游带恁去参观这间圣保罗礼拜堂。这圣保罗礼拜堂内面的砖塔非常的水，非常的庄严吼。差不多是咱伫这梵蒂冈迄间主要礼拜堂以外，这间也是伫这个教廷内面吼真重要的一间礼拜堂。因为伊当时起的时阵是伫罗马城的城外啦。因为当时保罗是伫城外互人斩头所以这故事是安尼来的。这就是圣坛，伫迄个礼拜堂的内面，佫有一个小小的圣坛。圣坛上下面白白这个所在，就是咧放保罗的这个酒罐安尼。这就是这个保罗的酒罐内面有光线，大家拢会伫遮来做祈祷安尼。这是保罗的像，甚至今年呢有一出电影，就是拍片真精彩的一片保罗四大保罗的片，但是真可惜，咱台湾都毋是基督教国家，所以无人对这片有特别的重视啦特别遐片商想讲咱台湾人也无人捌保罗咱基督徒是足爱毋过咱有人有去买到这个 DVD 会当放咱教会嘛有可能会当保留这个 DVD， 有人咱咧小组的时阵，还是咱牧区有人捌放过这片影片安尼。这是保罗这个电影的一个广告就对。这是出名的一个影星所演的。这是内面电影内面的内容咱兄弟姊妹，我来用这个介绍，互咱对这个保罗有趣味啦咱若是要了解保罗，你就是读《使徒行传》定定读了，你就知影《使徒行传》内容咧记载保罗的故事。咱兄弟姊妹，咱人看起保罗伊的故事是甚么呢？伊是对无信到拄着上帝，原来是一个咧迫害基督徒的一个人。使徒保罗伊信仰改变，带来生命的转化。伊会使讲是伊的上帝，互伊伫大马色的路上互光照，目睭怎青面呢？看无，肉眼黑暗，但是心眼光明。这是会使讲伊的关键上的一个戏剧化的改变。保罗原来是一个，伊的名叫做扫罗，伊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狂热分子，毋是干那讨厌基督徒尔了，是亲身投入去掠基督徒来处死所以咱知影讲，迄个故事，咱来看《使徒行传》，就是司提反受殉道的时阵，边一个少年人就是保罗。头一个殉道的教会领袖保罗参加有份的，但是这款的人，你较想嘛想讲，上帝无甲处罚都已经足迄落无拍算讲上帝竟然用这款人，所以你会知讲上帝要改变人无有迄个无可能的事啦。所以这个经节9章，使徒行传9章内底咧记载这段故事，你有闲会当好好甲伊读一遍保罗有请一个命令，就是伊原来是耶路撒冷，做足侪这毁谤的代志，害基督徒的代志。伊做了阁无够伊可能是讲迄阵啦，伫迄个耶路撒冷内底有真侪人拢咧做这样代志，所以伊有特别讲，好亲像会当得到更较好的功劳伊就讲好，我毋若伫耶路撒冷来做代志我要来去大马士革，咱旧的圣经翻译做大马色，已经到另外一个国家，现在大马士革是伫黎巴嫩迄个所在安尼。所以呢，伊要请令去到迄个所在犹太会堂，准备要掠迄个所在的基督徒，但是无拍算，伊这条路本来是要建立伊的功劳，要互这个犹太人的会堂甲伊学了，无拍算，这条路行到一半，无去害基督徒，煞变做包括本身欢喜为着主来受害。你看迄个改变有偌大所以咱伫《使徒行传》9章30到50描述伊安怎拄着耶稣这圣经在讲，伫往大马士革去的路中，
伫要到城呢的时阵，忽然有一道光对天顶落来，四面甲伊照射，伊想伊射去到倒位拢照会着啦。哦，咱知影讲日头伫遐啊，足炎的，目睭足刺目的啊，我过来啊，小可早一下对无？毋是啦，伊四面拢咧甲照，这是保罗所拄着的。然后伊趴伫地面上，听见有声对伊讲：“扫罗，扫罗，你为什么来迫害我？”伊感觉足着惊，讲哪有即个声？四面有光咧甲照。然后伊就问一句讲：“主啊，你是甚物人？”迄个声音回答讲：“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所以耶稣直接改变保罗。然后故事讲起保罗目睭怎，互光照一个怎，暂时的失明就对。伊讲3日看袂到什么，也无食也无啉，因为迄个影响太震撼啦。互保罗说毋知要创啥，啊毋知枵毋知饱，啊无食阁无啉安尼。这是一个戏剧性的事件。主耶稣差遣一位门徒，就是叫做阿拿尼亚，前来甲伊帮衬，来甲保罗解开伊的迄个疑问就对吼。所以17节就安尼记载讲，阿拿尼亚去入去迄个家，换手伫扫罗身上讲：“扫罗兄弟啊，伫你到遮来的路上，你显现的主耶稣亲自找我来。耶稣做这样事，佮派一个人来甲伊讲解。”来甲伊帮衬，伊讲我受主差遣要来找你，就是要互你搁甲看见，并且受圣神充满。兄弟姊妹，一个人原来是咧迫害主耶稣，咧掠基督徒的人，经过这大光甲伊照，经过目睭看袂到，产生一个身体的大变化了后，耶稣差遣这个门徒阿拿尼亚来甲伊讲，我毋但是要互你看见，而且要互你圣神充满。所以咱知影讲，保罗的改变，毋是伊恢复目睭看见尔啦，重要是下面即句圣神充满，有圣神甲伊同在，伊原来迫害耶稣的门徒，迫害基督徒的心完全改变。这毋是人有法度。你讲我叫你改变你的观念，我要改变你的想法，无可能的事。所以圣经就记载讲18节，立刻有进入希兰。物件对保罗的目睭落来，伊的视觉阁恢复啊，所以伊就起来受洗礼。咱今日读的经节，只敢若有记录伊改变了的情形就对啦吼。使徒行传第9章19节的下半段甲22节记载伊的情形，就是咱拄则读的，讲扫罗甲伫大马士革的门徒做伙带几若日，意思是开始甲因交陪，了解迄个当时的情形。但你知影保罗伊是对圣经是熟悉的人啊，只是无相信耶稣所讲的那点啦。甚至耶稣所讲的物件，伊拢加减有听到，只是因为伊的心受压陷，所以呢，伊甲耶稣讲的当作是叛徒，当作是咧危害犹太人的。但是当伊改变了后，知影讲原来耶稣所讲的圣神一个充满。耶稣讲的物件，甲伊对旧约所研究的接起来，就像有2礼拜前咱1礼拜前咱伫讲起着即个耶稣降生的预言，保罗甲这个话拢接好势，所以伊几日了后就开始伫会堂讲道啊呢，原来是咧反对基督徒的，所变做伫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伊伫逐个会堂讲宣讲耶稣，讲伊是上帝的囝。以赛亚老早咧预言啊，但是这犹太人都无要信啊。但当耶稣的光照着保罗了后，伊所有的迄难关吼，迄卡着的所在拢拍通啊。所以伊一个就上台，伊开始为着耶稣来做见证。伊讲听到的人拢着惊，真啊着惊。伊讲伫耶路撒冷。消灭求救这个名的，敢毋是这个人？意思讲，这个人会讲这个话吼，伊就是专门伫耶路撒冷咧掠人的，哪会比今日讲这？伊来遮，敢毋是要掠信徒，甲因交去哦，这市长嘛。所以你知影讲，所有听到的人拢感觉真奇怪，这个人哪会改变遐尼多？所以
咱的教会嘛，捌请过遐乌道的兄弟来见证，对不对？吼，咱嘛看去，伫今年咱有请几啊位迄个咱叫做名人开讲。你想讲，种无可能的事，哪有可能发生伫身上呢？请会记哩，耶稣若动工，什么事拢有可能。食毒的，做强盗的，做罗马的，做乌道的，拢要降服伫圣神的亏力的下面。扫罗无受影响，伊继续有力证明耶稣是基督。我踮伫大马士革的犹太人无法度辩驳，这就是保罗的改变。也因为保罗的改变，伊整个基督教的世界就改变了。兄弟姊妹，咱都小可看到保罗安怎改变。此后生命改变后的保罗，真做传福音的使徒，伊的脚脚甲宣教改变了规个基督教世界。伊安怎改变呢？伫拄则咱读的第二段圣经真清楚。保罗因为有天国的价值观啊，腓立比书记载讲，伊甲原来看作是宝贝，世间遐个足珍惜的财宝，伊看作是粪扫。兄弟姊妹，这观念吼，无人有法度改变啦。啊，珍珠就是珍珠，现在变做粪扫；财产就是财产，厝体就是厝体。啊，名车就是名车，那会是比粪扫。毋是讲迄个物件无价值啦，是我无搁再看重遮。所以，咱看去这两则经节安尼讲，毋过以前对我有利的，现在因为基督的缘故，我甲伊看作是损失。因为基督的缘故啊，这句话真重要。兄弟姊妹，你毋通讲哦，我遮尔清高，谁啊？遮个钱财我无爱，无啦，无人得，世间无这款人啦。是你因为基督的缘故，愿意啦。所以咱基督徒定定要互人耻笑讲，吼啊！我看世间万事做粪扫，啊，无你钱互我个，咱拢互人甲咱抠洗，对毋对？事实毋是这个意思。这意思的重点是在于讲，我原来看做是重的，我日日咧追求的，我无搁再看重伊。遐个钱财，遐个财宝有路用无毋对，是要成做我事工的帮衬。若有路用，是为着要互主来用。啊，所以因为基督的缘故，我看做是损失。讲毋然安尼，我真正看一切做损失，因为我看认捌我的主耶稣基督做上宝贝，为着伊我放下一切。看万事做粪扫，是要得到基督。意思是，你毋是一个突然间安尼头壳歹去，啊讲甲这世间的财米看作无重要，是你甲这个米看作是你要得到耶稣基督，若是有脱界，你就无甲伊看重，为着要得到耶稣基督。当你这个米当作是要来使用，诚做互主所用的时阵，伊嘛是宝贝一部分啦。啊，所以迄个观念甲处事改变啊，定。兄弟姊妹，耶稣嘛同款，对咱来教导讲安怎过世界。咱有一则经节真出名，我读过就好。马可福音8章40到37节安尼讲。然后耶稣甲群众甲门徒叫我来，对因讲：要缀我的人，就完全否定家己，举家己的十字架来缀我，因为要救家己性命的，会丧失性命。为着我甲福音的缘故，丧失家己性命的，要得到性命。意思是讲，我当愿意为主牺牲的时阵，我颠倒会得到；我家己固守家己的，煞颠倒会失去。伊讲人得到全世界，丧失家己的性命有甚物利益？人会当用甚物代价来交换家己的性命呢？兄弟姊妹，我咧伫咱即个年底的时阵，为着明年新的事工的开始，牧师用即个主题是要呼吁邀请咱所有兄弟，咱真正，你诚做一个基督徒，是做真的，是诚做合主所用的运道。兄弟姊妹，咱知影，咱世间用人的方式，若是用世间的方法，你若是一个公司的头家，你是一个主管，你知影你要用的是有学识的、有地位的、有财富的，啊，甚至受敬仰的人，这拢是一个基本无毋对，但是真奇怪，上帝咧用人的方法，就是爱先互伊生命受改变。意思这人才拢真好，但是生命若无改变，并不是上帝所优先用的人。所以依早
咱有时伫教会中间，谁若定产生真侪冲突、真侪困难呢？咱拢用人眼讲哦，这个人袂歹，这个人真贤啊来做，但是伊都无想要为主来做啊，伊是要为着伊社会地位甲名声来做啊，所以伊所讲所想拢是俗世的观念啊，所以若是主的内底咧当工吼，拢会卡着，拢会起着，拢会袂好势，因为伊毋是要听主的话，伊是要展示家己的能力啊。所以上帝是要先用一个生命改变的人，所以伫血气的社会地位，伫知识的宗教信仰，伫骄傲内面的自信，拢无法度互主所用。意思是，你社会地位真有，伫社会互人所欣羡，但是你是血气的，上帝无爱用。你有知识，但是知识是对宗教信仰有知识，但是无有灵命，这嘛毋是上帝所用。你的自信，逐项拢真厉害，但是你有骄傲，这嘛毋是主所用的。所以，兄弟姊妹，当咱要受门徒训练，请会记得，咱的生命若无互主甲咱破碎，主国外的大权能就无法当对咱这个老的生命来呈现出来。耶稣基督的国外，你的灵命无受破碎，这个国外的亏力袂当互你。咱若无经历国外大权能，咱就无法当带人来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现在咱伫幸福小组内底，足注重见证，因为这个人可能毋是口才真好，这个人也毋是受过足充足的这个信仰训练，但是伊都敢若伊改变。所以现在耶稣医治人了后，伊甲伊讲：你去甲这个事讲互别人听，你甲你的经历讲互别人听就好。迄个青梅受耶稣医治，耶稣讲：你去讲互人听。啊，这拢是一个有经过国外大权能的。兄弟姊妹，咱最后，咱期待咱教会要转化，是针对我个人开始。我这个人先受转化做开始，因咱若无转化，咱甲用知识在累积是无够的。只有生命真实拄着主，确实日济悔改，所传的福音才有说服力，咱所讲的主的话才有影响力。兄弟姊妹，愿咱大家拢通过这个来得到真好的学习，因为上帝要改变你。当你受改变、受圣神更新了后，你发现足多代志咧做，做了真甘愿，做了真乐意，做了足欢喜，啊，做了足有成就感。愿主会开力甲咱同在。